各位朋友，今晚我哋要講嘅呢件事，真係可以話係震驚咗成個香港娛樂圈，甚至可以話係一個時代嘅終結。你試下諗下，喺紅磡體育館嗰個充滿汗水同尖叫聲嘅舞台上面，一個標榜咗大半生係叛逆、係不羈嘅男人，竟然喺12000人面前，將自己最深處嘅軟肋剖開晒俾大家睇。嗰個人就係謝霆鋒。嗰晚公館嘅燈光喺謝霆鋒講出嗰句我欠咗仔仔嘅，我要回歸家庭嘅時候，好似比停電仲要漆黑。全場12000人本嚟仲係度西吼緊、沸騰緊，但係就喺嗰一秒鐘，成個場詭異地陷入咗好似深海咁樣嘅死寂。舞台中央冇伴舞，冇激光，只有嗰個用叛逆標榜咗一生嘅男人。佢好似一尊被風化咗20年嘅石像咁樣，頹然咁坐喺冰冷嘅音箱側邊。佢嗰晚冇攞吉他，手心緊緊咁攢住嗰支麥克風，發出一聲沉悶嘅低鳴，聽落去就好似一頭困獸喺臨終前嘅秋色。佢低住頭，把聲沙啞到好似被砂紙磨過咁樣，每一隻字都好似帶住血腥味。佢話佢呢一生自以為活得好通透，追求過靈魂嘅契合，亦都逃避過世俗嘅枷鎖。但係直到尋晚，當佢見到兩個仔長大咗嘅相同影片，佢先至發現佢謝霆鋒喺名利場贏咗一輩子，最後竟然輸咗俾一個男人嘅本分。呢邊度係一場演唱會啊？呢直情係一場自毀式嘅公開處刑。台下嗰啲名流顯貴個個面面相覷，媒體嗰啲長焦鏡頭好似一挺挺機槍咁樣，瘋狂咁收割住佢面上每一寸崩塌嘅肌肉。而喺距離舞台最近嘅精品區，嗰個一向被神化、被認為係唔食人間煙火嘅女人，身體劇烈咁顫抖咗一下。嗰種係極度優雅之後嘅極度失態，就好似一件絕世名詞喺眾目睽睽之下，由內而外裂開咗一道冇辦法彌補嘅縫隙。呢個唔係排練好嘅劇本，呢個係長達20年嘅風飛神話，喺血脈同埋愧疚嘅圍獵之下，轟然倒塌嘅一瞬間。公館嘅後台向嚟係全香港最冷酷，亦都係最熾熱嘅地方。嗰度唔單止有昂貴嘅皮草同埋即將上場嘅華服，更加藏住無數大人物喺登台前最後嗰一絲顫抖。但係喺呢個晚上，呢度嘅空氣好似被灌咗1000斤重嘅鉛咁樣，沉重到令人窒息。王菲就坐喺一片狼藉嘅化妝間入面，四周圍係堆積如山嘅香檳桶、散亂嘅粉撲，仲有嗰啲為咗慶祝風飛20年而提前準備好，而家睇返轉頭極具諷刺意味嘅白色百合花。佢冇好似往常咁樣點起一支煙，用煙霧將自己藏喺某種超脫嘅幻象入面。佢只係死死咁盯住牆上面嘅轉播屏幕，嗰對一向清冷到好似深潭咁樣嘅眼眸入面，第一次泛起咗令人心驚膽戰嘅驚恐。佢喺心入面大喊：我俾咗佢靈魂，佢竟然話佢欠咗人哋家嘅細路。呢句說話雖然唔係由佢口中講出嚟，但係就衰到好似呢個化妝間入面嘅每一粒塵埃都喺度替佢尖叫緊。喺長達20年嘅時間入面，王菲一直係謝霆鋒生命入面嘅聖經。佢帶佢逃離喧囂嘅娛樂圈，去大理睇雲，去京都聽禪，去尋找嗰個名為自由嘅偽命題。佢以為佢哋係同類，係兩隻喺雲端互相梳理羽毛嘅孤鶴，可以永遠都唔使降落喺污濁嘅泥淖入面。但係謝霆鋒頭先喺舞台上面嗰個姿態，嗰種由於極度愧疚而導致嘅卑微，嗰種因為血緣覺醒而展現出嚟嘅懦弱，徹底打碎咗王菲嘅神龕。喺王菲嘅世界觀入面，愛係孤注一擲嘅狂歡，係兩個獨立人格喺虛無之中嘅共振。佢從來都冇諗過，呢個由佢手把手教出嚟嘅靈魂伴侶，最終竟然仲係被嗰種最俗氣、最沉重、最不可理喻嘅父權基因俾圍獵咗。謝霆鋒話佢想返屋企，而嗰個屋企冇禪意、冇詩歌，只有細路嘅喊鬧、瑣碎嘅功課，同埋張柏芝嗰個難為佢等咗足足18年嘅微笑。喺嗰一瞬間，呢位被神化嘅天后感受到咗前所未有嘅墜地感。佢身邊嘅助理想要上前遞上一件披肩，但係喺觸碰到佢膊頭嘅一剎那，就被嗰種冰冷嘅磁場震懾住咗。王菲嘅指尖深深咁陷進真絲裙擺入面，嗰件為咗慶功而着嘅禮服
喺呢一刻竟然變成了包裹佢靈魂嘅裹屍布。佢諗返起呢20年嚟嘅暗流湧動，諗起無數次喺深夜入面，謝霆鋒對住手機屏幕上面仔仔相片嗰陣長久嘅沉默。佢當時仲以為嗰啲只係憐憫，係作為男人嘅某種責任餘波，點知原來嗰係一顆一早就埋落去嘅宿命伏筆，只係等緊今晚脫土而出，將佢嘅愛情神話絞殺到粉碎。王菲喺心入面淒涼咁自問：我到底算係啲咩？係佢迷茫嗰陣嘅燈塔，係佢叛逆期嘅戰利品，定係佢喺逃避現實生活嗰陣嗰個睇落去最華麗嘅避風港？屏幕上面嘅謝霆鋒仲喺度繼續講落去，佢每講一隻字，王菲就覺得自己嘅靈魂被剝掉咗一層。呢種痛苦唔係刀割，而係處刑，係喺全香港觀眾面前，將佢最引以為傲嗰份凌駕喺世俗之上嘅愛情，生生咁曳入去階級同埋繁衍嘅畜生道入面。佢見到謝霆鋒面上嘅淚水，嗰啲淚水唔係為佢而流嘅，係為咗嗰個佢缺席咗足足18年嘅父親角色而流嘅。呢種背叛比出軌更加令佢絕望。出軌只係肉體嘅游離，而呢種回歸家庭嘅告白係對佢哋整個人生哲學，對佢哋過去20年所有堅持嘅徹底否定。化妝間嘅門外隱約傳嚟咗狗仔隊瘋狂冚快門嘅聲，嗰啲係嗜血嘅野獸聞到咗明星腐爛嘅氣息。王菲企起身，因為企得太急，佢帶跌咗台上面嘅首飾盒，嗰啲價值連城嘅鑽石跌喺地板上面，發出清脆而雜亂嘅聲響，真係似極咗呢20年碎掉嘅聲。佢冇喊，但係嗰種比喊仲要慘烈嘅蒼白，令到鏡入面嘅佢睇落去好似一座晚景淒涼嘅雕塑。佢終於意識到喺呢場長達20年嘅博弈入面，佢贏咗謝霆鋒嘅青春，贏咗佢嘅狂熱，甚至贏咗佢嘅崇拜，但係佢終究係輸咗俾嗰兩個留住謝霆鋒血液嘅細路。嗰種血緣入面嘅原始拉扯，係佢呢個靈魂伴侶永遠都冇辦法觸及嘅禁區。佢拎起嗰隻一早準備好嘅手袋，冇等謝霆鋒落台，亦都冇等嗰個所謂嘅解釋。佢知道，當一個男人開始喺公眾面前講虧欠細路嗰陣，佢喺心入面已經完成咗一次血腥嘅切割。佢唔再係佢嘅嗰個小謝，佢係嗰個要俾張柏芝，要俾謝家一個交代嘅謝先生。行出公館後台嗰一刻，維多利亞港嘅風吹亂咗佢嘅頭髮。喺嗰片璀璨嘅燈火入面，王菲第一次睇清楚咗自己嘅結局。佢俾咗一個男人靈魂，卻發現呢個男人最終想要嘅，只係一個可以等佢踏實落地，就算係滿布塵埃嘅人間。呢一晚，全香港嘅電台都喺度重播緊嗰句告白，而對於王菲嚟講，呢個唔單止係戀情嘅落幕，更加係一個時代嘅殘影，喺現實嘅廢墟上面化作咗最後嘅一抹灰燼。璀璨嘅夜色，從來都比唔上尖沙咀嘅浮華。呢度嘅海風帶住一股淡淡嘅鹹腥味，嗰種係生活最底層嘅氣息。喺嗰間燈火通明嘅公寓入面，電視屏幕嘅熒光映照住張柏芝嘅面孔。佢冇開大燈，任由嗰抹幽藍色嘅光喺身上游走。公館入面嘅喧囂透過轉播信號喺客廳入面回蕩，而張柏芝就好似一個入咗定嘅老僧咁樣，坐喺嗰張已經有啲磨損嘅布藝梳化上面。謝霆鋒喺嗰頭講：我欠咗細路嘅。張柏芝聽到呢句說話嗰陣，嘴角竟然微微上揚，勾勒出一抹極度複雜又極度凄清嘅微笑。嗰個唔係勝利者嘅狂喜，而係一個喺漆黑隧道入面徒步咗18年嘅囚徒，終於喺筋疲力盡、眼看就要倒下嘅時候，見到咗一絲唔知真假嘅微光。18年啦，喺媒體嘅筆下，張柏芝係孤苦伶仃嘅單親媽媽，係困獸之鬥入面嘅失敗者，係嗰個喺合照入面永遠顯得力不從心嘅前妻。有幾多次，全香港嘅周刊用最惡毒嘅詞彙嚟揣測佢嘅晚景淒涼？有幾多次，佢喺深夜入面抱住發燒嘅細路，望向窗外嗰片永遠等唔到回頭嘅月光。佢曾經係全香港最嬌縱嘅玫瑰，卻喺呢一場名為謝太太嘅豪賭入面，輸掉咗最燦爛嘅年華，錯付咗最熱烈嘅痴心。但係今晚，呢抹微笑入面藏住一種令人心寒嘅韌性。佢太過了解謝霆鋒啦，
嗰個男人嘅身體入面住咗一個永遠長唔大嘅細路，亦都住咗一個極度渴望秩序嘅父親。呢20年，謝霆鋒跟住王菲飛到去九霄雲外，去追求所謂嘅靈魂共振，去修剪嗰啲喺佢睇嚟屬於俗世嘅痴纏。可惜謝霆鋒唔記得咗佢嘅根，佢嘅骨血，佢嗰份冇辦法割捨嘅家族嬸尿，始終被張柏芝死死咁攢喺手入面。張柏芝用咗18年嘅時間喺呢個男人嘅生命廢墟上面，一磚一瓦咁重建起一座名為武聖嘅祭壇。佢從來都唔主動去爭去搶，甚至喺風飛世紀復合嗰陣，保持咗近乎詭異嘅沉默。嗰個係最高明嘅博弈，佢知道喺呢個名利場入面，男人最經唔起嘅係靈魂嘅，而最避唔開嘅係血脈嘅重量。佢將兩個細路帶到風生水起，等佢哋長出同謝霆鋒如出一轍嘅眉眼，等佢哋喺每一個父親缺席嘅節日入面，長成一根根刺，隔住維多利亞港，扎喺嗰個男人嘅脊梁之上。呢一刻，屏幕入面嘅謝霆鋒喺度痛哭，而屏幕前面嘅張柏芝只係輕輕劃過手機屏幕上面兩個仔嘅合影。佢低聲喃住：媽媽等咗18年，把聲入面透住一股如釋重負嘅殘忍。終於等到你返屋企。呢個唔單止係愛情嘅回歸，更加係一場階級同埋權力嘅潛伏。喺張柏芝嘅邏輯入面，王菲俾嘅係雲端嘅環境，而佢俾嘅係地上嘅根基。呢18年嚟，佢忍受咗無數嘅白眼同埋嘲弄，喺每一個被閃光燈圍追堵截嘅街頭，佢都好似一隻護崽嘅困獸咁樣，用嗰種近乎偏執嘅堅韌，守住謝家最後嘅香火。佢睇住電視入面嗰個曾經意氣風發嘅少年，如今已經滿臉風霜，心入面竟然生起咗一種近乎母性嘅憐憫。謝霆鋒終於累啦，佢喺嗰個清冷嘅高海拔嘅愛情神話入面缺氧啦。佢想要嘅係一碗有煙火氣嘅麵，係一個會對佢嗌老豆嘅真實個體，而唔係一個需要佢永遠踮起腳尖去仰望嘅天后。呢個就係張柏芝嘅勝利。呢種勝利唔需要刀光劍影，只需要等待。等待時間沖淡王菲身上嘅仙氣，等待現實嘅引力挾住謝霆鋒嘅腳畫，等待嗰兩個細路長成謝霆鋒冇辦法直視嘅模樣。喺呢一場博弈入面，張柏芝籌碼盡失，只係剩返兩個細路。但係偏偏呢兩個細路就係謝霆鋒呢世人唯一嘅軟肋，係佢嗰場名為自由嘅航行中，永遠都冇辦法繞開嘅終點。張柏芝企起身，行向陽台，出面係沉沉嘅暮色，遠處公館嘅燈火已經熄滅。嗰個曾經令佢心碎欲裂嘅男人，正喺度開車趕過嚟呢個方向。佢整理咗一下鬢邊嘅碎髮，嗰度有幾條白頭髮喺月光之下若隱若現，嗰啲係18年風霜留低嘅勳章，亦都係佢用嚟圍捕呢段宿命最堅硬嘅羅網。佢知道由聽日開始，全香港嘅頭條都會變天，王菲會重新變返嗰個孤傲嘅傳奇，而佢張柏芝將會喺呢場人性嘅廢墟上面，重新拎返佢謝太太嘅名分，或者話係一個男人餘生所有嘅愧疚。呢一晚，張柏芝終於唔再係嗰個喺雨中崩潰嘅癲女人，佢係一個有耐性嘅獵人，喺名利場嘅叢林入面守候咗18個春秋，終於等到咗嗰頭蕩失路嘅困獸，帶住滿身傷痕，哀鳴住返到去佢親手編織嘅充滿生活瑣碎卻無比真實嘅囚牢入面。呢種回歸同愛無關，只同宿命有關。如果話張柏芝係謝霆鋒腳下嗰塊帶住鹹腥味嘅土地，咁樣王菲就曾經係佢闊別人間唯一能夠仰望嘅星空。26年前，梁朝偉憑住《花樣年華》攞到康城影帝嘅慶功宴之後，全香港嘅鎂光燈都聚焦喺跑馬地嘅一條窄巷。王菲行喺前面，着住簡單嘅白恤衫，神情淡然咁牽起咗身後嗰個少年人嘅手。嗰一刻，19歲嘅謝霆鋒面上寫滿咗嗰種孤注一擲嘅狂傲。佢唔係喺度牽住一個天后，佢係喺度牽住自己嘅圖騰，去對抗成個崩塌緊嘅平庸世界。嗰個係風飛戀嘅起點，亦都係呢場高海拔缺氧遊戲嘅開始。喺嗰啲舊影集入面，嗰一年嘅謝霆鋒眼神入面係有光嘅，嗰種光係擺脫咗謝賢同埋狄波拉陰影之後嘅自我重塑。
王菲俾咗佢一種名為自由嘅幻覺。喺佢嘅世界入面，冇輩分，冇規矩，冇嗰啲繁文縟嘅港式寒暄。佢哋匿喺北京嘅胡同入面食煙，喺京都嘅街頭漫步，好似兩個叛逆嘅頑童，將全世界都閂喺門口出面。可惜呢種愛太過純粹，純粹到近乎虛無。王菲嘅愛係屬於真空嘅，佢唔需要男人供養，唔需要婚姻背書，甚至唔需要一個明確嘅未來。佢好似一股捉唔住嘅風，永遠活喺當下，活喺嗰個名為靈魂共振嘅頻率入面。對於20出頭嘅謝霆鋒嚟講，呢種頻率係極具誘惑力嘅毒藥。但係對於一個邁向40歲，逐漸被家族使命同埋血液傳承覺醒嘅男人嚟講，呢種頻率就變成咗致命嘅缺氧。喺呢20年之間，佢哋分分合合，每一次復合都被媒體渲染到真愛無敵咁樣。但係剝開嗰層華麗嘅皮囊，你就會見到謝霆鋒喺呢場關係入面嘅疲累。佢必須要永遠保持嗰種超脫嘅狀態，先至可以跟得上王菲嘅腳步。佢唔可以喺餐桌上面討論養兒育女嘅瑣碎，唔可以表現出對家族生意嗰份近乎本能嘅貪戀，更加唔可以好似普通男人咁樣喺深夜入面感慨一句話，想要個完整嘅屋企。喺王菲面前，佢必須要做嗰個永遠長唔大嘅純粹吉他手，必須要守住嗰座名為傳奇嘅孤島。然而，人終究係社會性嘅動物，係血脈嘅奴隸。喺呢場高海拔嘅戀愛入面，謝霆鋒逐漸發現，靈魂嘅契合並唔可以填補嗰種基因入面嘅空洞。每當佢見到老友聚會嗰陣討論仔女，每當佢喺新聞入面見到兩個仔漸漸闊落嘅膊頭，嗰種被佢刻意壓抑，屬於謝家男人嘅本能，就會好似地火咁樣喺佢內心深處蔓延。王菲依然喺嗰座孤島上面，靚到不可方物，凍到唔識人間煙火。佢以為只要保持靈魂嘅純度，就可以抵禦歲月嘅侵蝕。但係佢唔記得咗，謝霆鋒唔係佢，謝霆鋒冇嗰種徹底遁世嘅決絕。呢20年嘅神話，其實係一場漫長嘅拉鋸。王菲喺度向上拉，試圖帶佢去到嗰個冇塵埃嘅彼岸，而謝霆鋒嘅潛意識喺度向下沉，佢渴望降落，渴望喺嗰片滿布淚水、愧疚同埋煙火氣嘅廢墟上面，揾返自己作為父親同埋男人嘅實感。今晚公館嘅呢一聲告白，其實係謝霆鋒積咗20年嘅高山反應。佢終於受夠咗嗰種輕飄飄、唔需要負責任嘅自由。佢選擇喺全世界面前摔碎嗰個靈魂伴侶嘅假象，選擇用一種最決絕嘅方式話俾王菲聽：你俾咗我靈魂嘅自由，但我終究只係一個凡夫俗子。我欠嗰個屋企嘅，我欠嗰2個細路嘅，終究要用我嘅餘生嚟償還。呢場20年嘅神話，冇輸俾小三，冇輸俾貧窮，而係輸咗俾人類最原始嘅宿命伏筆，亦即係血脈。王菲依然係嗰個天后，但係佢呢一刻先至明白，佢親手調教出嚟嘅呢個男人，喺吸足咗名為自由嘅氧氣之後，最終仲係選擇咗返去嗰個令佢窒息，卻令佢覺得真實嘅人間。呢個唔單止係神話嘅落幕，更加係理想主義喺現實重壓之下一次最慘烈嘅敗筆。如果話王菲係謝霆鋒生命入面渴望而不可及嘅極光，咁張柏芝就係嗰場差啲將佢燒毀嘅山火。山火過後，萬物凋零，唯有佢喺呢片名為家庭嘅廢墟上面，開始咗一場長達18年嘅孤注一擲。港娛嘅鏡頭向來都係刻薄嘅，曾經無數次對準張柏芝喺商場抽住大包細包，左右手各牽一個細路嘅狼狽瞬間。報刊用跌落神壇、豪門棄婦嚟形容佢，但係冇人睇得明，嗰啲係佢喺嗰場困獸之鬥入面，為咗自己，亦都係為咗謝霆鋒收足最堅固嘅羅網。張柏芝係一個極度聰明嘅賭徒，佢深知喺名利場入面，美貌會凋零，寵愛會轉移，唯有血緣呢2個字係刻喺骨頭入面抹唔走嘅烙印。當謝霆鋒喺鏡頭前面扮演住靈魂歌者，喺王菲嘅雲端實驗室入面試煉愛情純度嗰陣，張柏芝喺度做緊咩？佢喺最喧鬧嘅人間，將謝家嘅骨血養成了謝霆鋒冇辦法回避嘅鏡。佢唔喊冤，唔哀求，
甚至喺離婚之後嘅一段好長嘅時間入面，佢將兩個細路帶嚟咗媒體嘅視線，卻又精準咁喺每一個父親節、每一個謝霆鋒事業嘅轉折點，透過嗰啲睇落去好似無意流出嘅生活照，提醒住嗰個男人，你嘅根喺呢度，你嘅債亦都喺呢度。呢個係一種近乎獻祭嘅博弈。佢放低咗女明星嘅尊嚴，放低咗小林青霞嘅傲骨，佢令自己活成咗一個符號，一個被謝霆鋒虧欠卻依然堅守陣地嘅聖母。呢種形象喺保守嘅謝家家長眼中，喺信奉血脈傳承嘅謝賢心入面，簡直係無往不利嘅重炮。佢用18年嘅時間喺謝霆鋒嘅生命入面重建咗一座名為母性嘅祭壇。喺呢座祭壇前面，王菲嗰份唔要名分、唔要未來嘅灑脫，反而變成咗一種原罪。喺男人嘅潛意識入面，尤其係好似謝霆鋒呢種出身喺破碎家庭、極度渴望掌控感嘅男人，王菲嘅自由令佢感到某種無依無靠嘅虛無。你以為你喺度寫傳奇，其實你只係喺度寫人性嘅廢墟。你以為你喺度追求不朽，其實你只係喺度逃避終將到嚟嘅寂寞。多謝大家收睇今日呢集節目。如果你都對呢段長達20年嘅恩怨糾葛有咩諗法，歡迎喺下面留言話俾我聽。鍾意呢條片嘅朋友記得幫手點讚、轉發同埋訂閱我哋嘅頻道，開啟小鈴，咁樣你就唔會錯過最新嘅娛樂八卦分析。我哋下次再見。